花園街大火嘅起火大廈被報章揭發再建有劏房，消防處處長陳楚淦出席完區議會會議之後承認，大火之後曾經10次派人到場巡查，發現有劏房，走火通道亦都被阻塞。根據我哋最近嘅一次巡查呢，我哋見到嗰啲仲係有試驗有呢啲劏房咧，係將嗰個走火通道咧係擋住咗嘅，係唔能夠係前樓梯同後樓梯係通嘅。陳楚淦話：最近一次巡查起火大廈係今年2月，今日再派人到上址視察，發現有2處地方有阻塞嘅情況，已經轉交俾屋宇署跟進。至於點解發現劏房都唔執法啦？陳楚淦就解釋，消防處同屋宇署喺巡查工作上各有分工。第一種呢，就係由雜物構成嘅阻塞，第二種呢，就係由構築物或者一啲僭建工程呢而令到嗰個後樓梯係受阻嘅。咁喺呢一方面呢嘅執法呢，我哋同屋宇署有分工嘅。前者就由消防處呢係去根據消防條例呢去執法。後者就係按呢個建築物條例去執法。陳楚淦話：消防處喺大火之後巡查花園街一帶40幢舊樓約180次，發現有雜物阻塞通道嘅情況，已經發出40至50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。又話已經揾出全港339幢喺排檔附近嘅舊樓，發現有800多項違例情況。遇有火警隱患嘅個案，亦都會即時跟進。署方未來計劃作更多主動巡查，包括由尖旺區嘅每間消防局巡查6至8幢舊樓，希望可以做到每年巡查1次。